新华国中甲新华国小管家队热烈的演出，为一年一度的台南管家艺术季来开场。今年邀请到来自9个无同县市的64个团队，再来58场演出，参演人数将近1600人，将展现出多样的演奏风格。这次更行出新华演艺厅。我们把原来的一个活动场域从新华演艺厅，我们扩大到其他各区，包括我们的总图，包括总爷，包括东区的南纺广场，还有我们新化原来的主场馆之外，我们还有日式宿舍这个一个场地。我们让所有在管乐的一个氛围能够洋溢在我们诠释里面啊。活动伫今年正伫第8档，市长王伟棣也特别出席宣传记者会，伊表示台南管乐季经过大家努力，已经相当有知名度，希望会当借着活动先刷带动当地的观光。这些年来，大家的努力累积了相当多的知名度，以及我们表演的水准也一直在提升。所以呢，能够吸引更多的好朋友，包括我们市民朋友们。不管是海边的，不管是市区的，不管是西南的，不管是西北的，以及所有来台南的这个好朋友，他都可以有机会来参与。文化局指出，管乐季除了有多元精彩节目之外，也甲当地商家合作，共同推出大北港管乐探险区一点活动，互民众欣赏演出的同时，也会当走访在地点家庭好康。活动于5月6号开始，到8月13号，将近4个月的时间，将早予大家管乐的夏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